第217篇，在基督裏是一家人。加拉太書3章26至28節，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，都是神的兒子。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，並不分猶太人、希臘人、自主的、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。喺世人嘅眼裏，人類總係有好多分別，膚色嘅分別，白皮膚、黃皮膚、黑皮膚；工作嘅分別，白領、藍領、失業者；地位嘅分別，老闆、打工仔、僕人；身份嘅分別，富有者、小康者、貧窮者；國籍嘅分別，中國人、美國人、英國人。然而喺神嘅眼中，佢卻係一視同仁，因為我哋都係亞當同埋夏娃嘅後裔。如果真係有分別，嗰個只係在於有人已經信靠耶穌，得着救恩，有人仍然喺救恩門外尚未接受佢。除此之外，神嘅恩典臨在於所有人，不分膚色、身份、地位、國籍、性別或者年齡。佢讓陽光普照眾人，空氣供所有人呼吸。佢賜下寒帶嘅冬季果實，亦都賜下熱帶嘅夏季水果，使人人都能夠享受佢嘅賞賜。更寶貴嘅係喺基督裏信主嘅人身份完全相同，我哋都係神嘅兒女，喺基督裏同屬一家。試問世上仲有啲乜嘢愛能夠比神嘅愛更深更廣呢？因此我哋應當感謝神，係佢嘅愛使我哋喺佢嘅家中有份，唔單止罪得赦免，更被接納成為神嘅兒女，與基督一同成為神嘅家人。